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0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百亿彩电刮本地7000万交保，爱挂电子卡疗，国门的牵手单飞机下晡经早前去百亿办理交保。南韩这就航空失事，造成179个人死亡。南韩展开7日的哀悼期，南韩交通部表示，可能是朝外启动着飞轮机造成失事。明仔载特别准备迎接2025年，气象署提醒，因为台北季风热南，北部低温只有13度，民众要看年就要穿雨袖。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涉金华城个政治献金案，上先是裁定讲交保金对3000万提悬到7000万，爱挂电子卡了。目前了解个增加4000万，但飞机解除银行的定存由挂价提出来交保。民众党委员分配扩大只是备用。另外，因为郭文哲伫法庭讲，伊要是党主席找立委黄国昌来斗3工，外界认为讲这是指定接班人。黄国昌嘛批评北检，亲像要威胁郭文哲，若无想要放弃啊，就实质是干预政党的事务。就努力，努力。30载起，民众党秘书长周宇修到主席郭文哲的厝内讨论解决的方法。前一天暗时，郭文哲被裁定7000万交保，而且就要挂电子卡条。那扣掉进前已经纳入3000万，等于是30夜到进前一个纳4000万的交保金。那无将会搁再积压。民众党讲会全力总钱救人，用自愿的方式那当场大概凑一凑。大概觉得应该接近目标了，让每一个人承诺的部分，大概早上都有反映说他们都准备好了。立法委员有几个都分配，就像我分配到500万，没有现金也可以去向朋友借。我相信这个是不难达到，但是这么高额对台湾民众党确实是一个负担。伊若伫前的羁押庭内面。郭文哲也讲到，伊家己一个骨肉行官司爱面对爱出庭，若是无甲党主席辞掉，规个党务会无法度运作，就要交予黄国昌斗3工处理。希望法官给伊1礼拜时间，互外界解答是伫咧钦点接班人，不过民众党是否认。主席的意思是说，请黄国昌来处理他没有讲代理改选是党内是有一个程序，是要透过党员来质询的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指定的问题。自诩为民主法治国家的检察官，自甘堕落为鹰犬，在公开的法庭上毫不遮掩的逼迫柯文哲主席辞职。我再说明一次，今天对台湾民众党而言，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救出主席。在处理党部的工作，也处理立法院的工作。黄国昌看起来真忝，伫司法法制委员会审查有算时阵，和民进党的立委张家彬口舌，黄国昌也气噗噗。其他委员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不会在上周跑去。这个就是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啊，丢脸啊！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地方法院搁再裁定讲，民众党的党主席是以7000万交保嘛创有史以来政治人物上悬的交保金。另外，申请金、尹晓比和李文忠的保金嘛搁再提悬，嘛拢需要科技监控。法院和这4个被告拢交保的理由是，虽然郭文哲的秘书柯志如也未到案说明，也毋过证人嘛无讲到伊涉案的情形。法官是认为讲检方应该传唤伊到案说明，所以认为讲这袂当来证做是被告继续羁押的理由。6000万是昨天晚上就准备好的吗？透早出现怀疑，维京集团主席辛庆京的律师，伫领交款单了后，直接去台金颁布。经过台北地院审理，辛庆京的交保金为原来的4000万提悬到1亿，
更加以科技监控防治逃亡。共案的几名被告，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台北市议员应小薇、郭文德竞选前财务长李文忠伫竞赛了后，保金弄加赔，中道进程还未离开法院。户头到底还有多少钱？郭文德加后陈培琪对提问无回答。要求离开家门，红彩以7000万重保，其保金额超过行政院前秘书长林益石的5000万，是最近几年涉案政治人物目前金额上悬。办案合议中认为，虽然干妈柯志瑜无到案，也毋过证人拢无指出伊的涉案情节，目前未当作为属案理由。而且郭文德已经表明，量早时任党主席会降低继续接触被告证人的记录。只是伫羁押庭上，检方主张柯志瑜来协助办理手机，和郭文德化名罗廷伟甲律师联络，也加做意外插曲。如果今天我可能是 nobody， 那也不会有人想要去用我的名字。那或许我也有被看到的一面，我必须朝这个自我去鼓励的一个方向去看。家己为了廷伟革命，表示目前代志的真相也未厘清，无法度多加评论。以这款的方式登上新闻版面，对伊来讲是特别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被指控在桃园市长的任内涉土地开发的备案，收乌西500万。今仔早起伊第2届出庭，郑文灿共款否认犯罪。律师网嘛批评起诉书有真侪检察官个人的预测是非常的无专业。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被指控伫咧桃园市长任内涉及华科技园区土地开发备案，收汇款500万。3月第2遍出庭，伊提早前半点钟，由委任律师陈英来陪同到桃园地区，落车了，随就行入去法院，拢无讲话。为什么司法不公啊？这是会再补充说明吗？涉嫌收汇款500万，郑文灿8月获检方起诉，案件正入司法审理。已经有部分被告承认犯行。郑文灿第2遍出庭，依然否认犯罪，由律师代为辩护。针对涉嫌收汇款的部分，律师辩护时阵主要攻击起诉是根据前大诉高层廖俊祥爸仔的证词，检察官无尽到举证的责任。起诉书内面用敢若讲故事，高度入检察官的猜测，真无专业。另外，律师团也讲，起诉书错误引用相关会议的记录，这就对被告不利的部分调降扭曲，强调被告郑文灿并无犯意。第1遍出庭的时阵，郑文灿坚持是伫过长工了，才知影廖俊祥有留一个内面有500万现金的袋仔伫咧厝内。所落来，甲其他被告的证词比对，抑个是毋是有对价关系，拢将会是法庭攻防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财委法的修正3读通过了，行政院之前是开记者会，表示讲明年度预算可能爱定编。立法院财委会早起就安排行政院主计总处和财政部去报告，主计长甲财政部长拢表示讲无要定编哦。民进党的立委是建议行政院卖复苏。明年度的总预算本身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好，那么可能甚至需要重新的编列。立法院3读通过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行政院顶一日召开记者会，讲明年度的总预算可能爱定编。不过，国民党立委问主计长甲财政部长，因拢讲无注意到，希望质疑甲行政院无共调。请问你有听到李发言人提到重编2个字吗？有没有？有没有？这个部分我是没有注意到。部长，你没有听到？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不接受是不是？发言人原意啊，是对未明定施行日期所会产生的严重冲击表达忧心呢。财政部指出，财委法3读修正通过了后，中央保护地方的财源还阁增加3753亿元，占整体税收的9%，影响的比例有到28%，会严重冲击到中央施政的能力。民进党立委吴秉叡问讲，敢是已经收到财委法修正的公文？因为行政院若要复议，就要在收到公文的10天内提出。我建议行政院不要附属这个法案的，那衍生的宪政争议由宪法机构循宪政程序解决，这是我的意见。吴秉叡表示，若是上紧今仔日就收到公文，嘛要伫咧1月初8或者是初9就提出复议，建议卖复数。但小组讲，若是复议甲实现失败，编预算有困难，都要减差不多30%。目前还阁伫咧研议应用的措施，行政院嘛会提出复议。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目前制作的中国统战的纪录片，最近伫网络公开第2集目，指出讲中国是安怎来向台湾人去创业，佮讲目前可能有10多万的台湾人有中国的身份证，违反两化条例。陆委会是表示讲，政府会严格来调查。就可以拿到定居证拿到就可以换身份证了嘛？网红宝强甲陈碧环家己所制作的中国统战纪录片，内面讲到中国是安怎吸引台湾人去创业。其中一个伫中国的台湾人讲，已经摕到中国的身份证，而且意愿阁保留台湾的身份证、台湾的护照甲台胞证，而且有一寡中间人讲，伫即马大约有10万的台湾人有摕中国的身份证，引起大家讨论。这里有吗？我这个，你看点礼物吗？台胞证，哇，台胞证不是哦，这是都没有。我说，那你如果办好之后，它是台胞证、居住证、台湾护照、台湾身份证，然后呢，我们问过领导说，不好意思，这不叫双国籍，台湾只是一个地区。长期伫咧关心台湾甲乌克兰议队影音创作者斯坦伊警告讲，这种手法甲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进程，大量伫咧发放护照的行为模式同款。要学者讲，中国可能就此以中国的法律限制领证的台湾人。要求爱配合中国的国安法加情报法。如果你跟一个随便不重要的人，然后随便聊2句的阴谋论，也可以拿来做影片的话，那我只会觉得很可笑。不要认定中共同路人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的话，那请问我们的反渗透法在做什么？我觉得我们关东应该去查，用统战的方式啊，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啊。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危险的是啊，我们一般人啊，整个台湾社会啊，毫无危机感。其实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条之1的规定，台湾地区人民不应该在大陆地区设有户籍或者是领护照，若是违反，主管机关会让注销以台湾的户籍，失去台湾地区人民的身份。陆委会也针对这段影片回应讲，对相关统战手法将会严格审查，希望少数有心人士唔通想要犯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对台湾提出顶届台独22条，咱国陆委会嘛提出反制措施，未来拒绝中国台办相关的高层来台湾。另外，咱台湾有3一贯道的人士伫中国封掠去，咱的海基会嘛呼吁对方伫过年前就要赶紧放人。陆委会嘛强调讲，未来两岸的宗教交流会严格来审查。中国对台提出挺到22条了后，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伫平面媒体专访证实，对外界启动伤害台湾人民感情，爱对台办系统表达抗议。结果在上海市台办主任金梅来台进前，也拒绝杭州市台办主任参加两河论坛来台申请，那也认为答案保护，该来增加得意，另也是支持陆委会爱有罪犯。上海台办主任金梅申请来台湾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参加双城论坛。陆委会用抗议大陆惩毒22条，并且要求跟金梅会晤。陆委会是用大炮打小鸟，很显然就是无计可施、自嗨式的报复行为。没有道理，他欺负、滥捕我们的台湾人民，我们还让这些背后的主使的一把手可以自由的进出台湾，这对台湾来讲，不仅是不对等、不尊严，更是伤害台湾人民自由旅行的安全。中国的挺到22条有判死刑，重新对受者设计一个鼓励检举台独顽国分子。陆委会表示，为了抗议对华引起两岸人民对立，增加赴中国风险，拒绝发号涉台系统一把手来台许可，除非对方愿意来台湾面谈。邱垂正强调，这是了审查申请案件原则。台湾进前有3个一贯道人士伫中国被掠，陆委会表示免接受，讲要弘扬文化，促进中国交流，佮提刑法的掠人，了伫两岸中国交流部分也严审。抓捕的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长达2个多月的时间，其实是不透明的情况。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理由，没有提供任何上面司法的协助。他应该相对的要提出他会鼓励来台湾的类别，这样才会达到一个平衡的效果。才会看出来说，陆委会是真的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而不是全面的禁止交流。台大教授周正东呼吁政府更加开放跨台民间中国交流，或者王志成认为政府为确保风险，美国会禁止台湾人去中国交流，不过有更加侪提醒，同时建立两岸有序对等的互动。共军继续交代，国防部表示，29号查到中共主副战机11只，其中16只超过台海中线。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昨南韩的济州航空飞行机失事，造成179个人不幸过往。南韩的国土交通部昨开记者会指出讲，可能是鸟仔去弄到飞行机，造成营运故障。咱来看国际记者的报道。南韩的济州航空班机伫全罗南道武安国际机场失事，造成179人死亡。目前确定第二发生的过程是早起8点57分，机场管制中心对飞机发出焦急警报。提醒机长，伫飞机附近有规定鸟仔出现就要注意。不过1分钟了，电脑是变飞机向管制中心发出有人求救警报。伫9点，飞机想要降落，不过轮仔并无放出来，造成飞机伫无轮仔的情形下，由机身的八道外地面一直向头前驶，飞机就伫咧跑道一直愈到前方无路啊，才弄到栏杆爆炸。南韩国土交通部官员对代志原因做初步说明。 주류 충돌로 인해서 조종에 어려움이 있지 않았나 추정만 일단 하고 있고요. 1차 복행이 완전하게 이루어지지 않고 올라가다가 아마도 뭔가 기체 이상이 있기 때문에 관제탑하고 협의해서 완전히 복행해서 반대 방향으로 다시 돌아가야 되는데 그렇게 하지 않고 긴급하게 짧은 쪽으로 runway 1부번 쪽으로 이렇게 착륙을 허가받고 내려오다가 사고가 생긴 겁니다. 因为昨飞机还阁伫天顶飞时阵就无记者翕到，飞机正面的引领敢若是去弄到鸟仔有弄到的声音，尾后有小小的爆炸。不过其实就算是一边的引领故障，另外一边的引领也是有法度让飞机顺利降落。因为飞机伫咧跑道的时阵，轮仔并无放落来，但是一般来讲，驾驶若发现有这种情形，会当随用手动或者是自动的方式，搁再开开，不过也失败。 那呢，引领故障敢有可能会影响到轮仔无法度放落来？记者问官员，官员对此做一寡回应。 저희들이 판단하기에 엔진 고장 부분하고 랜딩 기어 고장 부분하고 그 상호 연동돼가지고 고장되는 경우는 없는데 이제 그 정확한 원인은 이제 규명을 해봐야 되고요. 官员是讲，这两项之间并无联动性。 也就是讲，引领若故障，甲轮仔无法度正常运作，是两个独立的事件。因若这两项是毋是拢因为去弄到鸟仔所造成，也是有其他内部的原因所造成，就要靠目前已经找到的飞行记录器，也就是 OR 进行分析，才能知影。伫2年前的梨泰院惨案了，南韩国再发生死伤超过100人的公安意外。 因那这个月戒严令的风波，造成总统尹锡悦甲总理韩植洙身高被弹劾，这嘛又个发生建国以来史上上惨重的空难，和政局动荡不安的南韩，搁再打着阴影。公司国际新闻杨建和南韩首尔采访报道。 南韩济州航空失事，179个人死亡，只有2个人幸运活落来。目前，代理总统崔尚木宣布讲，南韩要展开7日的哀悼期。飞行机2个乌鸦仔的飞行记录器已经找到，卡带的记录嘛记录到讲，飞行机伫接到会有鸟仔弄飞行机的警告，伫6分钟后，飞行机就去弄到围墙。 71岁老爸手机内面有查某囝最后的留言，伊当阵伊想要日志，问查某囝敢有，查某囝回讲办公厅内面也阁有下落给爸爸。这就航空意外机顶181人，有179人死亡，因查某囝是其中之一。 이제 곧 도착할 거라고 있었는데. 政府宣布正入7天的国家哀悼期，一直到1月初5 0点。 정부는 전남 무안군을 특별 재난 지역으로 선포하고 피해 수습, 유가족 지원, 부상자 치료 등 필요한 지원을 다하겠습니다. 根据塔台记录，失事的客机是伫接到弄到鸟仔的有近6分钟了，去弄到墙尾啊。这么2台俗称 OR 的飞行记录器拢找到，会赶紧分析。专家也提出问题。 Aircraft engines are built to withstand a lot, including a bird strike. But if the birds are particularly large, they're in flocks, and there's several of them, then even a modern jet engine has problems against it. The pilots are clearly in control of the airplane. Why did they not lower the landing gear? Emergency services will be standing by. They will lay foam on the runway. 这么事故现场也有全罗南道、光州、首尔等17个市都将会设定灯。
中央政府全部门、地方政府甲公共机构办公厅共半旗致哀。当局讲会调度所有会当用的资源，全力进行灾后处理。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这台失事的波音797-800客机在全球正普遍。过去20天，嘛捌发生几件空难。在2022年，有一台中国东方航空的这型的客机，在飞去广州的路里失事，造成132个人死亡。有专家嘛针对这届的空难发表看法，那么做回来了解。济州航空74216班机迫降时阵，机动着跑道尾流的护栏爆炸导火，造成重大伤亡。航空专家讲，看飞机迫降时阵，抑阁正平稳，表示机长依然有法度控制飞机。一般这种迫降，乘客活落的机会算悬。Usually, however, they are prepared. For instance, emergency services will be standing by. They will lay foam on the runway. They will do all sorts of things. We don't see that in these pictures, which leads us to imagine that the landing was, let's say, rushed perhaps, that there was not much time from the emergency to the decision to land. 这台出代志波音737-800是2009年生产，2017年由济州航空营运主要飞中底停。737-800是波音上受欢迎的机型之一，到今年估计全世界已经交付要到5000台，占737全系列销售的要到一半。不过，在过去20年也发生过26件意外，其中较重大的事故有2006年巴西高尔航空班机甲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公务机相撞，机顶154人全部死亡。2007年肯亚航空班机要飞机首都奈洛比的半路摔落，机顶114人全部死亡。2019年，印度快运航空的班机在降落时阵冲出跑道，造成158人死亡。2029年，乌克兰国际航空班机自伊朗德黑兰起飞了无偌久，互飞弹射到，机顶176人全部死亡。上最近的一件重大空难是2022年。中国东方航空班机要飞去广州的半路摔落，132人全部死亡。这边济州航空意外，南韩官方讲主要原因是弄着鸟仔加天气。专家讲弄着鸟仔意外定定发生，但是真少造成重大事故。A bird strike is not unusual. Problems with an undercarriage are not unusual. Yes, they do happen from time to time. Bird strikes happen far more often.But typically, they don't cause the loss of an aeroplane by themselves. 不过，专家也强调，在驾驶舱通过录音记录公布进前，大家对驾驶舱面对的情形也阁无啥了解。另外，同款属于波音的主力客机737 MAX 系列，在这几年也因为连续重大事故正受争议，也不被全面停飞，一直到2020年才慢慢阁恢复使用。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来看美国前总统卡特将伫佐治亚州的厝邻过身，食到100岁。卡特伫今年10月7日打过世日咯，是美国史上头一个活过100岁的前总统。卡特伫总统的任内宣布甲中华民国断交，后来嘛因为伊朗临时的处理无法度连任，也毋过伊嘛因为促成以色列甲埃及和平谈判，伫2002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I, Jimmy Carter, do solemnly swear.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20伫乔治亚州的厝内过身，享受100岁。卡特伫今年10月7日庆祝伊100岁生日，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临时级别前总统创纪录。卡特伫1976年当选总统，1977年开始的任期，促成以色列甲埃及伫美国谈判甲签大卫营协议，互这两个中东国家会当和平互动。另外，伊也无定顺国会，或者是要求国会同意，就伫1979年甲中华民国断交，转向甲中国建交，而且伫1979年4月7日签台湾关系法。Of the many affini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both had their origins in a vision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human possibility.另外，伫1979年，卡特批准对则被推翻，前美国的伊朗国王流亡纽约治疗，引起伊朗激进分子走入去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劫持52位美国人质444天。这件代志也成为卡特竞选连任似乎雷根的一大原因。一直到1981年，雷根就职的迄一天，人质才被放出。卡特伫总统摕来了，1982年创立卡特中心，积极参加各种战争甲连续危机的调停。
并且致力伫咧自身工作，正受敬重。因为外交走走，努力化解北韩、伊拉克、巴尔干半岛等地纷争，也捌伫1999年访问台湾，甲迄当阵的总统李登辉见面。伊伫访问台湾时阵讲，美国甲中国建交是正确的决定，伊无认为应该向台湾道歉。卡特2002年迄颁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伊几多年来为国际冲突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I have been blessed by graduating from the White House at an early age, enough so that I could use the prestige and the fame an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from being president of the greatest nation in the world to have access to leaders and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that the Carter Center might have. 到伫咧2019年得到癌症，而且癌症也断开。同年的8月，动手术甲肝的恶性肿瘤切掉，验过癌细胞已经拖到野脑，而且伫咧脑内面有找到死的黑色素瘤，确定卡特得到皮肤癌黑色素瘤，而且已经拖到脑也个肝。虽然经过治疗抗癌成功，验过2019年搬倒几多遍，造成伊的面受伤，椎骨小可有骨折，脑部出血，身体变歹。到2023年2月开始，伫咧厝内接受安宁照顾。卡特虽然伫咧伊的年内甲台湾断交，也个发生伊朗的人质危机，不过伫美国人的心中，卡特一直拢有模范退位总统的形象。因为一般认为，伊伫总统退来了，比伊伫咧做总统时阵做的更较好。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来看佐治亚新总统张就职，也毋过有几啊千人上街头去抗议，民众是认为国会选举有弊案，被落任的总统嘛拒绝交接，强调讲伊才是唯一合法的总统。伫政府宣布进行新的国会选举进前伊讲伊绝对无要落台。伫乔治亚首都提比里斯的国会外口，居民冲突真激烈。有人予警方逮捕，社会民众不满新总统卡韦拉什维利宣誓就职，这也是美国史上头一摆有总统宣誓就职仪式，是伫国会内闭门举行。Not having background in politics, diplomatics, economics, who does not know how to rule a country other than maybe score a goal once or twice in a match. 加入路线的卡韦拉什维利，摆是英朝冠军曼城队前锋，也是执政党乔治亚之王忠诚的支持者。卡韦拉什维利学了乔治亚有传统价值观、有民族性，也有家庭的神圣甲信仰，表示和平一直是乔治亚人民的目标甲价值。伊是由执政党控制的选举集团16月14选做新总统，确定国家名义上的领导人。那立场亲欧盟、亲西方，应该卸任的总统佐拉比切维利说拒绝落台，讲国会、政府甲总统当选真无合法，家己才是唯一合法总统。伊原本表示会伫总统府过暝，不过最后向支持者表示会离开。მეაქიდან გამოვალა, თქვენთან გამოვალა და თქვენთან ერთად ვიქნები. ლეგიტიმურობა მოდის მხოლოდ ერთი წყაროდან და ეს წყარო ხართ თქვენ. იქ სადაც ხალხის ნდობა არ არის, იქ ლეგიტიმურობაც ვერ იქნება. 乔治亚之王10月赢得国会选举，不过同时也陷入作弊指控的状况，佮引起几啊摆的街头抗议。乔治亚政治规矩，伫亲欧也是亲陆路线的无同。乔治亚之王方指控全领国家倒向路西亚，而毋是实现加入欧盟的国家长期目标。公司新闻有人编译。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咯，国本地牵手单飞机伫下晡1点40分，已经早4000万起北院办理交保咯。经发现案正伫现金案侦结，国本地审讯警告尹小薇、李文忠、裴金星拢交保咯。也毋过北检是提出控告，高院嘛发挥精彩。国本地是对原本的3000万交保改做7000万交保哦。伫下晡的时阵，单飞机伫台湾银行已经达保证金咯。不过厂是斗相共甲收据交互北院哦。等待国本地甲电子卡条整好势了后，阿某有机会伫下晡4点做伙离开台北地方法院。咱个继续来看台铁海线台中港到大甲，一个滨高道伫早起6点外，一台载火车去弄到奥多拜，造成骑奥多拜民众当场死亡。初步调查，应该是这个骑奥多拜民众想要冲滨高道，这件车祸嘛造成当地大塞车，台铁是有8个列车受到影响。
列车停伫咧边高道顶悬，警方用白布甲围体砍掉咧。台中港到大甲之间东正线的醒目长边高道，30载起发生死亡车祸。7502次货运列车经过边高道时阵，去弄到一台奥多拜，起诉是当场死亡。事故嘛造成附近的路段大塞车。现场代替人员是表示，边高道的号志甲位置拢正常，是起诉硬要冲过边高道才会发生意外。闯平交道，它是闯越平交道没错，正常动作的，对，平交道是正常做动作。但是他还是硬闯过去吗？我看到画面是这样子，栅栏什么一切都目前都是正常的。去后列车弄到的机车已经强要散去，暂时停伫咧路边。边高道的保全是表示，这个骑机车的民众是为外埔往大界方向骑，当地离坎路是路行。不过对代志发生的情况是无愿意搁加讲。铁路警察局是强调，初步调查发现是机车的骑士硬要冲过违章进入边高道，才会去互货运列车弄到。本分局同仁到达现场后，发现机车与货运列车碰撞，机车驾驶人明显死亡，死者为男性，身份待查中。车祸现场经警方搜证完毕，于8时11分列车放行。警方讲死者是男性，身份也搁咧调查，那列车是已经开阔通行，真正的事故原因是也搁爱厘清。代替公司表示，这个事故计共影响到8个车帮，延误137分钟。记者台中报道。来看今仔透早要晚4点哦，嘉义县梅山发生规模5.1的地震，深度只有12.3公里，是非常的浅层。分林嘉义县市有南投的震度拢有4级哦。因为梅山8年前发生过规模7.1的地震，也毋过地震中心是表示讲，即届的地震哦，甲梅山断层有10外公里的距离，应该甲断层无关系。半暝3点外，嘉义县梅山乡山区的办公室吊牌摇来摇去，因为当时发生规模5.1的地震，深度敢若12.3公里，有真侪民众拢互害醒。摇头前摇足大个，都5级1哩。4点几起的，决定惊。迄顺利啥？我迄阵伫困啊，去摇精神啊。震央所在地有人听到地鸣声，嘛有人互摇醒了后困袂去。周边亲像是嘉义市南投分林顶地嘛有4级的地震。今年嘉南地区地震真济，但是8年前梅山乡发生过规模7.1的大地震，这个又是规模5.1，真济民众烦恼这两个有关联。在相对位置上面是比较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判断今天早上这个地震它基本上是一个破碎带。它不是一个断层系统所造成，它的一个位置空间是不是有相对一个缩短或是抬高？他们就可以开始判断说这边是不是能量一个累积的部分。那就目前而言是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能量累积的一个状况。地震中心表示，今年度嘉南地区的地震拢是以坤震的方式来表现，但是30号这个地震甲坤震的关联性无大。这2档观测到梅山的断层，嘛无发现能量的累积，加上这个地震距离梅山大尖山顶周边的断层嘛有10公里以上，研判是甲断层带无关系。现在的震源机制跟这个所谓震度分布呢来看，跟这个梅山断层有很大的相似性哦。但因为它目前定位是靠近山区的部分呢，最靠近它的断层呢，反而是大尖山断层或是出口断层。学者嘛排除梅山断层甲这届的地震有关联性，不过地震中心嘛提醒，梅山断层若是个引发规模将近接近921大地震7.3级，统计嘉南地区今年有123件的地震，其中有26件非常有感，民众还是爱做好的预防措施。记者林慧婷、王柳婷、明昭、宽嘉基文嘉义台北报道。高雄小港机场只开放有申请排班的客订车，会当来机场接人客哦。上落车的所在出机场爱搁行10分钟才会到，民众是真怨叹讲，拖行李爱搁行遐尼远哦，实在是真无方便。大雅北路卫天单区高雄市交通局因应小港机场部分排班客运车无电子支付，互旅客感觉无方便。12月开始，伫机场外口临时叫车停单区提供旅客无共的选择。台籍的旅客，因为他们对机场排班计程车的素质，他们很反感。航空公司的机师直接告诉我们，他宁可走出来做
Uber 他也不愿意在里面打小孩。机场内底的排班客运车方感觉素质不一，但对机场行到机场外口的停等区要至少10分钟，尤其拖行李更加无方便。不少旅客希望开放一般的客运车入来机场，多一个选择，就是可以除了捷运啊、客运之外，他们可以按自己需要更好的时间安排。如果说他们也想进来这边排计程车的话，他们也可以转成黄色，也可以进来。招标的时候也可以进来我们这边应征啊。外国游客甲排班司机确认要去的所在就上车，因民用航空机场客运汽车管理办法规定，小港机场但有排班客运车会使入来载客。面对旅客怨叹无方便，机场排班客运车委员会表示，目前已经有8成的车辆有提供路卡还是电子支付。没有电子支付的车子，我们就会请司机回来排班场再重排。对，所以目前来讲，应该整个电子支付会越来越多。委员会表示，明年开始会以内规要求司机装电子支付系统，嘛已经定相关的公约，要求会员遵守规定。台湾客运车若想要入来机场载客，应该依规定申请。记者陈环宇、柯建俊高雄报道。云林县的环保局透过无人机来进行水质采样，一个较偏远的河段卖当来采样检查哦。环保局表示讲，今年已经稽查1300多间业者，有12件违法，计共是罚1750万。接到民众တင်情，环保局稽查人员赶去铁幕场检测北漏水，发现 pH 值超过标准，照水务法规定，甲开单告发。不到的5分钟的呀。就是要跟你说，我们这一次的检测，如果没有符合放的水标准，然后会依程序无法进行。为着会当掌握大范围大排河川的水质状况，云林县环保局用无人机采样河水，通避免用过稽查人员就要进入危险的所在采样有安全记录，也会当提供更较紧、更较全面的水质检测数据。那个排放口，我们那个人员下去比较不好下去。或者是有一些到了排放的地点，我们就是没办法用人工去采水，或者是进到那个河道会有危险，不用采样槽也没办法去弄到采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水样，所以我们今年就是采用了一个空拍机，那空拍机的这个方式来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水质的一个采样。云林县环保局表示，今年稽查县内1300多间事业单位、铁幕场等业者，查到10间违法排放，2间业者无排放许可，已经下令停工。违反水务法，计共罚1750万。希望透过无人机的水质采样，会当愈紧愈全面的掌握更较侪大排河川的水质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歌手阿妹昨暗伫台北大巨蛋开第4场的演唱会，民进党的魏丹莹伫面册直播演唱会将近20分钟哦。外界质疑讲是侵犯着杜德团，嘛批评讲立委带头违法。丹莹今仔嘛回释咧，丹莹伫面册是表示讲伊真介意阿妹，因拢是台东人哦。因为伫演唱会看到的气球真感动，就开直播。因为家己的行为向阿妹、有经纪公司、有歌迷回释咧。伊讲伊早起毛打电话给阿妹哥哥来回释咧咯。文化部长李婉今仔嘛表示讲，演唱会拢有相关的规定，应该要尊重督导团甲主办单位。再来看癌症哦，是咱国人10大死因的头名。健保署今年试办癌症用药术前审查，以电子病历来申请哦。审查的时间对2礼拜减少到3天，就当来完成，甚至会当马上就审查。目前有40间病院在试办，明年会阁扩大来办理，让病人会当愈紧来接受治疗。癌症已经连续42年排伫咧国人10大死亡原因第1位。卫生部上新的统计，民国112年因为癌症死亡的差不多53000人，占总死亡人数的2成6。为了要延长癌症的存活率，和研究量查研究，健保署今年试办研究事前审查以电子病历申请，也就是自过去纸本的病历改做用电子病历申请。审查的时间会让自原本的2礼拜缩短变做3天，甚至是一时就审查。从前端的这个基因检测的报告就把它格式化、标准化，然后到这个重大伤病申请的时候，它就需要有癌症的分期的、病理的报告等等这些，也把它数位化、标准化了。健保署讲，
癌症治疗的数位转型，包括患者次世代基因定序 NGS 资料收载、癌症重大伤病的申请、癌药事前的审查申请，还有个案疗法的追踪，拢会让透过云端系统分享病人看医就医的用药资料，会让予医生更加精准的诊断甲处方。而且明年开始将会扩大办理去识别化了后，予线上加双盲审查的机制，会让提升审查效率，也更加公平。把过去卫生系统跟医疗系统比较没办法整合的，把它变成一个互相可操控性。这也是国际的趋势，也必须要做的。健保署强调，今年已经有40间病参加试办计划，未来将会继续推测医疗资讯互通，强化健康资料的智慧运用，并且进一步导入人工智慧 AI 工具，帮助专家审查，加速审查的流程加精准给付，提升医疗品质加效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人权团体今仔去指认贸易公司抗议，指控公司伫缅甸的工厂无依照契约付奖金予工人，工人罢工又搁找军方警察去打压。指认公司是表示讲，一切拢有依照当地劳动法令，嘛强调讲双方已经达成保密的协议，会来撤回对带头工人的告诉。撤回非法解雇。几个人权团体去这间做精美工艺品的智能贸易公司外口，大声喊口号，要求公司都要重视缅甸工人的劳权。因指控公司下底伫咧缅甸的工厂无按契约付奖金予工人，引起300外的工人罢工。公司很小，它可能更用上军方跟警方来打压这些劳工的团结权跟基本的劳动条件的保障。现在物价越来越高，他们的薪水也是不涨，然后是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这个是完全我们不能接受的，必须要站在我们缅甸的工人那边。人权团体还阁指控讲，公司违法，甲接叫参与罢工的50外工人是头路，还阁找军警起卡动手甲因施压。不止个记者打电话去外国访问到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伊表示，伫咧罢工的过程当中，薪水已经有起啊，并不是无发奖金给员工。罢工，然后再威胁我，在劳动局跟派出所的协调下，我们说。他们说我们打他们，我们一定要告诬告，因为我们有调录像带出来看，用这种方法来让我能够接受妥协。但是因为我们7月才罢过一次，调过薪。负责人嘛回应讲，公司伫当地运作，一切拢照当地劳动法令。目前双方已经达成保密的协议，公司嘛已经决定外告这个带头罢工的工人。记者综合报道。蔡水甲武道社是台北市的市定古迹哦。今年7月开始，基金会甲台北市政府签3档的营运契约。基金会是指出讲，12月中，影响台北市文化局提出114项年度的营运计划，也毋过到今阁还未审查。文化局是指出讲，因为基金会资料阁有欠哦，所以已经有要求爱补件咯。蔡瑞月，把蔡瑞月的舞蹈社还给蔡瑞月。台北的市定古迹玫瑰古迹创水国舞蹈研究社，长期委托创水国基金会经营，是推动台湾舞蹈艺术人权教育的重要基地。今年7月，基金会甲市府签订3年的委托经营契约，12月中影响文化局提交114年度的营运计划书，要18年创水国做主体，恢复人物型古迹原貌含空间规划，希望互大众国际了解创水国的文书意义。但是基金会指出，市府的态度消极，针对因的计划书到大陆也未有现在回应。作为一个国家，对一个艺术家重要的，要有一个高规格的一个空间，把国际舞蹈也纳进来。那在台湾已经是开枝散叶，这么重要的一个舞蹈家，我们希望百年蔡瑞月，台北市政府应该跟我们一起携手合作。创水国基金会30透过记者会说明，因未来针对古迹活化和拍摄要起新建物的相关规划，希望创水国舞蹈社未来通成做一个世界性展览表演的空间，嘛通有舞蹈实验学校的练习空间。学者认为，市府应该尊重古迹和创水国基金会的文书关联性，才通互文化自身影响。我们的文资法里面也有既有的条例，是可以支持，就是像这样子的案例，它应该
公部门主管机关和这个相关的紧密相关的社群，其实是可以平等的、无偿的、对等的来讨论如何让它永续共好。针对玫瑰高节，台北市府强调，这是市有财产，嘛是市民的财产。原来审查进度的问题，文化局表示，因为计划书要求要补充财务计划、人力计划、含日常维护计划等等的资料。原来讲要增加建物，嘛就要提出适合再利用的计划，这拢就要等基金会补件以后，才会当个上线。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明仔载就是今年的落尾一日咯，要迎接2025年。气象署是提醒讲，明仔载东北季风落南幕，北部的气温只有13度，民众参加暗会就要穿好些。伫元旦的早起云较高哦，佮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全台湾哦拢有机会落雨，所以恐惊无法度看到2025年头一道日头光咯。这是迎接2025年台北101烟火的模拟预告，真侪民众准备烧酒要来去看烟火。气象署提醒，拜二迄天各地早暗温差真大，透早全台高温大约是19度至25度，那到暗时北台湾上低温剩13度，中南部低温只有14度至15度。要参加跨年活动爱穿好烧，另外受到东北季风真强影响，气象署嘛提醒要看到跨年烟火，建议爱徛伫咧风头看较清楚。在风力上面是一个逐渐增强的过程，而且盛行的是东北风，所以说如果说要观赏烟火的话呢，我们还是以这个上风处看到的景象会比较好一些些。今仔元旦迎接2025年头一撮日头光，气象署表示，元旦迄天拜三台湾各地水气会增加，云霾较高，到时全台拢会落尽雨，要看到麻雾啊光可能较有难度。日出的时间比较早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云量是比较增多的，所以说曙光的话，可能附近的云量都是比较偏多，要碰碰运气。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这个拜五东北季风会搁再增强，各地温度会略略下降，北台湾天气真淡冷。气象署提醒民众，这几日温度变化真大，要随时留意上新的温度资讯，避免感到。记者陈阿雪、林旭凯台北报道。明仔载真侪县市拢有办跨年的演唱会，不过袂真买。高雄、屏东有袂少人就用厝仔布棚伫演唱会现场占位。高雄市政府是表示讲，袂强制来清场，也毋过会来加强巡逻。伫屏东哦，民众占位已经影响到大舞台哦，所以县政府是要求厂商把占位的物件拢刷走。舞台工程搁伫收尾，头前已经有帐篷甲滚来野餐垫，顶悬留电话并写明袂使刷叮当。离年底跨年演唱会搁有2天的时间，有屏东民众29透早特别到高雄跨年演唱会现场占位，嘛有民众27就来搭帐篷占位。前天大家都认识，所以喜欢的要看的人就很多。来看焕然小熊的，今天早上才过来的，从屏东上来。民众大包小包来到现场，为的是近距离欣赏歌手的演出。面对民众提早占位，高市府表示袂强制要求清场，但会请警方加强巡逻。毋那高雄，袂少县市拢有举办跨年演唱会，屏东27舞台才做好，隔天就有民众来占位。就我们都摆在边边，他说不要碍到他们路。改好了再过来了。好，还不确定要改哪里，会影响到他们那个作业。占位的行为影响舞台作业，屏东县政府表示会请厂商协助排除占位的物件。我们预计排除的时间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好，今天下午3点，我们会把占位的物品做排除的动作。那也希望民众呢，能够在这之前把物品自行领回。文化处呼吁民众赶紧将占位的物件领回去，嘛提醒演唱会现场30才开放排队，但需要人亲身到场。若是放物件占位，同款会排队，以免对到场排队的民众无公平。记者陈环宇、并交管高雄屏东报道。来看嘉义市当地的里长哦，伊规划一个市民菜园，互里边用优先种植的方式来种菜。8当来哦，嘛训练15个志工，因最近个新起一个药，要来推动食农教育，做回来看卖。这新起好的行业来点火启用，杨地里这个市民农行，除了有生烧的菜色以外，即卖也会当利用这个行业来料理食物，提供附近学校甲社区来农行体验为产地到岛顶的食农教育活动。阮会一直做落去，好，把这个油做好啊，带动整个社区，或者把它交给一些学校的小朋友，互因来遮体验这个农产品。这个300多平的市民农行为8当前开放予里民，
用有机无毒的方式来种菜。那伫社区推广友善种作，嘛培养15名有机志工。有志工就表示，退休的生活有一个所在通无闲，阁会使推广健康的观念，是一件真好的代志。有要种的就来种，无要种的你也要用药感觉讲你种无要用药你就莫来遮种家己要食的嘛较安心啦。山顶的嘛有有机的搁家己遮咧随种随挂，足好诶。里长表示，这个农园配合社区规划署的改造计划，用5个月的时间，若重新规划菜园搁增加一个无烟筒的烘窑。未来会利用这个农园，透过种有机菜色，推广农业知识，甲食品安全、甲食农教育的观念带入来社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文化部推动台语主流化，即马台语的相关的创作是愈来愈多哦。新北市有一个成立要10档的剧团，应该因的带家出改造台语的版本，或者搁再飞上天，透过鸟仔着想福建搁一届飞上天的故事来鼓励囡仔勇敢坚强，遇到困难就唔免惊。大头顶头又看十花，一蕊两蕊搁一蕊。阿乐甲阿母做伙甲白鸟仔医拍拼福建，互伊受伤过的事故，通赶紧变勇敢。这是原厝厝工作室剧团以前创团的经典作品，但重新改编做台语版的《搁再飞上天》，要互囡仔通对戏剧内底了解，讲生活中就算讲受伤、跌倒、身躯边有关有亲情朋友斗阵陪咱勇敢面对，总有一天会当搁再飞上天。阿爸叫咱飞上天，未来通用。剧团表示，为着要让大人囡仔拢通享受台语的情景，因加入侪身边的台语囡仔歌。剧团希望透过戏剧互动，互囡仔若听有趣味，嘛带动大人开喙甲囡仔讲台语。小朋友本来是讲敢若听无，也是要看字幕。到后来的时阵，伊嘛是足欢喜的，甚至讲介绍讲要秘小吹的时阵，伊甲伊讲，无伫遮哦。会使互父母含囡仔之间，会甲翻译啦，甲讲比如讲教爱台语是安怎讲，伊即摆在讲啥？亲子的之间的感情，即摆都是提升啊啦。表演现场有袂少带囡仔来看戏的家长，针对政府当得设的台语家庭计划，家长肯定在生活中增加台语环境的做法，透过深色的互动，囡仔嘛较愿意开嘴讲。听无，安尼就变怎？我就爱伫边甲伊讲，这是啥物？在讲啥？安尼，给尴尬。他们学校虽然有在教台语，但是也不是很，就是都是只是一些皮毛而已。对，就觉得在环境中还是要多讲一些本土的语言。剧团表示，虽然台语亲子剧的票房有较食力，不过看到侪台语家庭无论到外远，有关系的小招带囡仔来看戏，嘛互因愈有动力继续拼落去。记者卢尚祖、郑俊佑新北报道。印度的都市普莱雅格拉吉每年1月到2月要举办印度教的传统活动大乌节。这个活动，互人讲这是全球上大的宗教的庆典哦，会有将近4亿个信众来参加。另外，伫北非的突尼西亚，有一场国际撒哈拉节，加沙无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要来小解，互大家来了解。这搭是印度城市普莱雅格拉节，明年1月到2月，将要举办45天的印度教传统节庆大乌节。大乌节是印度教的传统宗教庆典，信徒会踮喺恒河的水内底洗游洗清罪孽，得到永生。根据印度教的传说，有4滴永生的甘露按天顶的乌，滴落凡间的4座城市，也就是轮流办大乌节4个地点。这内底普莱雅格拉节的庆典是上闹热的。हाँ एक शहर तो यहाँ बसाया ही जाता है। उसके निमित्त जब यहाँ हम लोग एक्सपेक्ट कर रहे हैं पूरे समय में करीब 35 से 40 करोड़ श्रद्धालु यहाँ आते हैं पूरे मेला अवधि में, तो उसमें उनके लिए आने और उनके सकुशल जाने के उनका एक अनूठा एक्सपीरियंस के लिए शहर को तैयार करना ही पड़ता है। 要来迎接这么多信徒，实在是无遐简单。主办单位当咧积极赶工，要补强基础设施。目前已经起造15万间便所，6万8000拍的路灯，含工时阵会当供应5万人食饭的社区灶卡。工事搁在赶工，不过真侪信徒已经提早到位。माने हम ये सोचते हैं कि हमारा पब्लिक सुखी रहा है, हमारा राज्य सुखी रहा है, हिंदुस्तान हमारा हिंदुस्तान बन जाए,
हम अपने पब्लिक को सुखी देखना चाहते हैं, अपने आदमियों को जो हैं उनको सुखी देखना चाहते हैं, इसलिए आशीर्वाद देने आते हैं。另外，北非国家突尼西亚的图书已经展开庆祝活动。这当咧举办国际撒哈拉节，现场会当看到各种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甲文化，亲像骆驼赛甲马赛，还有表演传统歌舞。目前北非地区依然有真侪游牧民族，因定定踮咧沙漠内底牵线，我靠骆驼、牛羊来度生活。伫即个年尾的老礼拜，每一个部落拢功夫进展，含游客来同乐，然闹热又阁趣味。公司新闻又派准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我们厂内真侪来自日本啦，伫遐比台湾较侪啦，看拢是咧大丛咧、好诶咧，讲出嘴就是话啦，甲讲要甲做，就是头尾我设计就是安尼啦，绝对袂使半途而废，不食言啦吼。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拜一暗时10点，伫公司台记台。嗨，大家好，伫我身躯边的是护理小邓丽君汪玉君。大家好，伫我身躯边这是我的手下